催眠，一個大家都覺得好神秘嘅一種技術，因為大家可能接觸催眠呢兩個字呢，好多時係喺媒體啊或者電影裏面見到嘅。咁大家會見到被催眠嘅人呢，都係好似失去咗意識，任人擺佈，做出一啲違反佢意願嘅事。同大家講下啦，呢一啲呢都係電影裏面為咗增加嗰種張力而製造出嚟嘅效果啫。嗱，反而真實嘅催眠係點呢？我想依家同大家揭開呢個神秘嘅面紗。催眠反而係一種好高度集中嘅狀態，當事人係完全清醒嘅，佢知道自己發生緊咩事，只不過佢嘅內感官被開啟咗，即係我講緊嘅內視覺、聽覺、味覺、嗅覺、觸覺，所以佢係好完全沉醉喺佢腦內嗰個情景當中，甚至乎佢會忘卻咗自己淨係坐喺張治療椅上面。喺呢個狀態底下，我哋好多時可能已經失落咗個記憶啦，或者被抑壓嘅情緒咧，係比較容易咧係提取出嚟。所以點解啲人話催眠治療可以處理一啲過去抑壓咗嘅情緒，就係咁嘅意思啊。咁催眠治療係咪淨係做情緒方面咧？其實唔係嘅，催眠係有好大嘅範疇嘅。例如可以做運動催眠啦，喺運動方面好幫到手啦。運動方面咁亦都有呢個舞台表演啦。甚至乎我講緊嘅美容，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催眠嘅美容啦、減肥啊、戒煙啊，去處理克服一啲恐懼嘅感覺。咁甚至乎當然啦，我哋成日講嘅一啲叫做情傷 ，OK， 情緒嘅受傷啊，親人啊或者寵物離世嗰種傷痛啊，甚至乎身體上嘅問題啦，咁啊例如坊間成日講嘅腸易激啦，咁其實已經被證實一種好嘅療法嚟嘅。咁我成日講嘅，我哋除咗去讀一啲硬知識，即係可能讀一個學位之餘呢，不妨抽時間學下呢啲軟知識啊，去了解下自己，幫自己增強另外嘅一方面。嗱，希望呢一種資訊呢，可以幫到大家。我哋下次見。